真欢喜今日邀请到伟儒啦，因为伟儒是我较早的学长，但是讲实在，我无听过伊的创作是写做啥物款，阮今日就做伙来听看卖，有可能有的是伟儒的学生，有可能是伟儒的朋友，但是伟儒作为一位创作者，伊去发出伊的声音，是啥物一回事？阮今日就抱声，然后邀请伟儒。安尼就较好你啊，简单开场哈。喂，嗨，大家好。虽然是台语友善，但是有人听不懂台语吗？听得懂哦。那我也试着有些片段试试看，可以用台语说好了。对对对，不然讲起来可能就奇怪。对，好，那这次这届的分享的内容，我觉得我很快就要放弃了。好，我们好习惯了就好。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是平凡的、深刻的那个创作的分享，好，所以会比较轻松一点，没有非常严肃啦。那主要是我今年在5月份的台北的静律艺术有一个个人的展览，好。等一下，除了这档展览的作品介绍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创作的那个脉络，还有不同时期的一些风格有什么不同，或者想法有什么不同。对，好，那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有些人已经认识我啊，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认识，这样子。好，对，好，那这个是我是姜伟儒，好，就是上面有写。那我基本上我是那个云林人，好，我是从那个云林出生，然后呢在斗南。那我基本上就是到国小、国中、高中都在这边念书，然后都一路念美术班，然后上去，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到台北去这样。所以我在台北大概2010年到2019，大概快10年都在台北，我就念台北艺术大学啊，然后到研究所啊替代役，然后在那边画室教学。好，那结束这段在台北的时间之后，其实我就是一直很想回来云林，因为云林就是知道步调比较放松一点。那对我来说，台北是一个比较就是变动比较快，然后竞争很强烈啊，然后各种消费啊，所以其实待在台北会变得就是比较焦虑啦。就也不太能够好好创作，因为你可能生活已经有点精疲力尽了，对，所以我就基本上我替代役结束没多久，我就回来云林，所以我2019、2020左右就回来这样子。那目前大家看到这个是我在虎尾的工作室的画图的地方，嘿，好，下一张，对，那我回来之后，我就是我就做了一个空间。好，这个空间叫白宫浪艺，然后主要是在虎尾。那因为其实回来我们还是虽然想要继续创作，但是也是要有一些谋生的技能，所以当然就是用自己会的东西。那我就是开了一个比较个人的工作室，那就是让每一个想要作画的朋友，或是对画画有兴趣的人呢，他可以有一个艺术创作的空间。那他可能有些技术上的层面没办法解决，所以其实它很简单理解，就是一个画室，对，只是说这个画室可以给比较多成人，不一定是升学的，就是像这次有来的学生也是学兴趣的，就是想要有一个可以创作的空间，对，然后这个空间叫白宫浪艺，白宫浪艺，虎尾那边有一间白宫影城，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对，那虽然现在已经关了，对，但是当时候取名字其实就是想要取一个好像跟那个地名有一点点关系。那浪的话是我之前回来有一个伙伴要一起跟我一起共同经营啦，所以他是浪这个字是他提出来，就是他喜欢一些水上的活动啊。那我个人觉得他跟有一点浪漫的感觉也是蛮接近的，所以我们就合起来就取白宫浪艺这样。对，所以像我们这个白宫浪艺这个空间，当时候我们还有在那个云林故事馆，在虎尾那边，让一些学生有办一个展览的活动，叫翠化的色彩。那今年我做的这个空间，今年也会在那个虎尾的建国眷村，
建国眷村，就是也是让大家有一个展演的小机会这样子。对，到时候我都会公布在我的那个网站上。这边有那个就是我的这个，如果是 Facebook 的话，你就可以搜寻这个。然后如果是那个 IG 的话，就是这个 W_H_W 这个 A 这个。好，对，那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我也是放在 IG 上。好，那你们可以搜寻这样子，就可以加一下。因为我是比较最近才把我的一些过往的作品，把它稍微整理一下，然后放上去。所以今天如果听完介绍啊，如果你还想要看一些我以前的作品，你们也可以就是追踪这个账号。好，下一张。好，那我这边简单讲一下创作的起源好了。好，因为我跟那个阿翔有合作，他有说，特别要提一下创作的起源。好，那我为什么放这张照片呢？就是这边其实这个是我老爸，好，那旁边这位是我妈。那大家可能在云林的那种什么公益达人啊，或是云林的什么那种书上其实会看到我爸，因为我爸是做那个葫芦雕刻的。对，那我妈她是目前啊，你们去那个古坑的绿色隧道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摊位，就是她每周6日还会去摆摊。对，所以其实我从小基本上，我就蛮常看到我爸在有一个工作的状态。对啊，他不会特别指导我说要怎么画。那我自己本来小时候我就还蛮喜欢画图的，看卡通啊，我就其实都会把东西画起来，然后就是跟我爸分享，然后跟我妈分享这样。对，所以其实一路上就是也一直念美术班，然后到研究所毕业，基本上其实我应该算是都在同一条路上这样子。好，那这边简单也提一下创作的这个启蒙哦。那我提到说我其实从小都念美术班，我从就国中、高中都念美术班。那启蒙这件事情。我后面放的这其实就是我念的学校台北艺术大学。那我没有要特别说这个学校有多伟大啦，只是说如果大家是从小可能怎么形容？以台湾的教育模式，基本上到高中以前，以我来说就是非常的升学主义啊。升学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就跟我们现在考国英数那些都一样，就是。或者像写作文好了，写作文其实应该是要抒发一些内心的感受啊，或者讲一些你自己真正的。好，小心一下，有破掉吗？没有。哦，好，那就好。好，就是比如说作文好，你可能就是要写一些内心真正的感受，但是如果变成考试的话，就会变成我们可能要堆砌一些很华美的词藻啊，或变成一个。固定的公式，所以基本上高中以前的创作其实就是素描、水彩、水墨那种也不能说它僵硬，但是就是它比较有一个规范，然后就是你要画成某个样子，你才能得高分。所以我后来念台北艺术大学的这间学校，其实它对我来说就是有点打破我以前对创作的想象，然后。他给你很多，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实验性的啦，或者是不是那么完整的作品，或者是不是那么漂亮的作品，然后让你更知道说，你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那你尝试过后，就还是可以知道说，我比较喜欢画图，对这件事情比较有感觉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是用画画的方式，然后把自己的一些思考，然后感受，然后把它再现出来。然后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这样子。那这是我其中一件作品的局部，这件作品叫《老宅记忆》。好，等一下我们都还可以在后面的介绍看到这件作品。好，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我基本上我是从我刚讲我18岁前都在斗南，所以这其实就是我到18岁前住的地方。那现在有些东西已经不是长这样，因为这边有市地重划，所以它有些东西已经都拆除了。所以在拆除之前，我就先把这个作品先记录下来，就是用我的
记忆，然后加上现实的场景来做一点组合。对，所以作品就是无关乎这个美丑好坏，是我们活过的一种证明，生命的痕迹这样。所以这件作品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特别提到我爸跟我妈，所以我就把这个也是局部，好，就是我就截取我爸我妈，就是绿色隧道的摊位，然后这是我爸，那他这边的作品就是其实你都可以看到他是真的有这些作品，然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象征，就是有一个红线把它的关系这样连接起来。好，那这边我现在说，我觉得说就是只有我们身处在不同时空里面，才能发现那些很像空气的背景，也有自己独特的韵味。这样，好，这张作品等一下也会提到，哈，这是一个葫芦的形状，但是里面有一个很像一个孕育一个婴儿的一个刚出生的一个婴儿的感觉。对，好，那这次的展览就是平凡的深刻。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最平凡的风景，可能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很深刻的归属之处，这样。所以这边下面有几个，就是通勤的路上的这种放空，或者是路上的这些各种时间的质感。我指的时间质感，就是比如说像铁锈的这种锈蚀，或者是一些移动的各种造成的痕迹啦。我说的是痕迹的这种感觉的质感。好，或者是人造环境缝隙里的植物，可能就是还没被建设的地方有一些野花野草，或者是说被人为搬进来变成一个人造的造景的植物植栽等等的。对，好，那这边我会边念，就是边念我展览的一些文字，然后我就顺便带大家走一次我在台北的这个展览的空间的呈现，这样子哈。好，那当我在通勤的路上呢，我总是能够让自己放空，因为这是我思考的时间。在资讯爆炸的时代，休息反而有时让人感到焦虑。好，我们总是担心会落伍、被抛弃，因为在这个社会中，自我价值与忙碌的程度似乎息息相关。那当我骑着车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思考的时间突然多了出来，但它不会有一种负担的感觉。好，所以这些路上的风景就开始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我就会开始去观察各种质感啊，像刚提到的铁皮、剥落的油漆、路边的野花野草、家家户户种植的植物。对，这些生长在人造环境缝隙的植物，我会特别喜欢的去观察它。因为在这些没有活动的地方，他们会慢慢的占据那些空间，展现出生命的蓬勃。对，然后家庭去种植的这个植物，每一棵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理由，但是也因为种类重复性太高，我们往往去忽视了它的存在。所以身处在日常当中，这些美好的风景，我们常常是忽略了，然后遗忘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处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我们才会突然发现，这些差异，这些不同的地方，因为它们其实就是我们日夜浸润的熟悉风景。所以我的绘画呢，就试图在捕捉这些平凡风景中的美好，以及它们对我的一些意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回归啦，就是重新回归我对这个生活的一种感受，然后各种一些通勤路上的一些奇思异想啊，或者是我的感官的一种体验，就是可能骑车的一些风吹啊，或者是光线对我的刺激，就不像只有单纯的拍照记录下来，而是在更有一些无感的体验这样。所以我就希望透过这些作品，可以让观众重新发现生活中被忽略的这些风景，然后反思一下我们对周遭环境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即使是最平凡的风景，就可能是我们最深刻的归属之处这样。好，那这档的展览，我的主视觉是选这件应该有人有看过，就是除了这场展览之外，之前有在云林有一个活动叫浮流记，有特别展出过。对，好，那就是这件作品它
它叫做那个拼图同心公园的老虎。对，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目前虽然我是斗南人，但是我目前是住在虎尾。对，所以我后期这些创作都是因为我到处会去教学，所以我常常有一些通勤的路。然后我是住在虎尾，所以我会有画一些是虎尾周边的东西，这样。那大家知道虎尾是唐都，就是因唐而盛起，所以同心公园就在糖厂旁边。他那时候就是要做一个他们宿舍跟糖厂中间有个绿地，大家可以去休憩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就是有，因为我妈是虎尾人啊，其实我对这老虎也稍微有点印象。那因为一些原因，我后来就去找这只老虎来画它这样子。然后这个老虎就是水泥的那种，大家应该会那种我们小时候那个国小啊，或者是有些公园，其实会有这种水泥的这种石头做成的动物，比如说骆驼啊、斑马啊、长颈鹿哦。但现在已经比较少看到了，不太会看到了。哦，所以它就是不是一种很凶猛的形象，它就是表情都有点呆萌的。然后因为就是比较不会做的特别栩栩如生，但是你就是会看到那个时代的那个模样，就是那时候的东西都做的肢体有点僵硬，然后做的有点粗糙，所以不是说它一定要做的多美，而是它那种有点扑拙笨的感觉，反而就是让人家觉得很亲近这样子。好，所以我在这张作品上面，我就是特别去画。我刚讲我提到说我会有一些时间上的质感嘛，所以其实我就会在这个老虎上面做很多斑驳，就是你时间到了，是不是会去做一个修整，所以就在上面重新上颜色，然后上完颜色时间到了，那个漆也会剥落，所以我在作画的过程，我也是刻意用一些遮挡一些方式，让它颜料可以这样层层堆叠，所以它其实我就做了很多这种斑驳的质感，去让你觉得说有一个时间的流逝，就是经过长时间的清洗风刷，然后这些碎片呢，就是会像这样一片片剥落，然后上面有做了这个，很像是在暗示你一些你曾经跟这只老虎有一些小小的回忆，可能你曾经去那边拍照啊，你曾经去那边公园玩耍，所以这个记忆的小小的拼图，就是好像会带着你放在你的内心深处这样子。好，对，然后上面是做了一个人，好，为什么要做一个人呢？其实就是我画这张图的时候，那时候有想，就是台湾以前有一个艺术家叫黄土水，他在我们在那个台中的国美馆还可以看到他的水牛群像，就是有那个番童坐在那个水牛上，对。然后呢，但我们现在就是不会有这个场景了嘛，但是有可能我们之前还有印象，就是小朋友在这个公园的石头老虎上面玩耍，所以我把类似的构图跟一个情境融合在这里面。然后这个小孩就是有点五彩缤纷，就是我自己是把它投射是一种你可以自己套入，然后这是有一点各种活泼的能量或者是生命的那种比较没有被拘束的这种，我就弄了很多色彩在这个小孩上面。那原本的水牛番童拿的是一根那个长长的竹竿，我这边就是抓着一个光线，好，树缝间穿梭的光线这样子，让它有一个意象存在。对，然后以前我曾经有挂在画室过，就是我的白宫浪艺，小朋友都说老师他没有穿衣服，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小朋友的观点。对，然后而且也有小朋友会说，老师这个老虎好破，他们觉得很破旧这样子。但我觉得他们的确也蛮直观的反映出他们的想法，但的确我也是想要呈现它虽然就是很破很旧，但是它却又很扎实、很牢的在那个地方。对，然后这边放一下那只石头老虎，对，它的本人其实是长这样。那我画的过程其实有做过很多我自己的调整啊，对，
它其实可能隔几年又会长不一样，因为每年去帮它上漆的人都给它乱漆这样。但我觉得乱漆这个感觉也不错，因为它可以反映一种台湾人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态度，就是不会漆得特别漂亮，或是特别要仿古去做，而是一种就是只要是新的就好，就是很粗糙的、很比较暴力的手法这样子。对。好，那这边还有作品，就是这个叫做路上的蓝白红，对，就是其实我就是把散步一个路上的一个颜色的形象，把它变成这个作品。好，当初这件作品其实是这边有一条线哦，它是2张，我其实是画了2张，就我原本是要画分开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又尝试一下，就把它拼起来，好像那个色彩的路上风景，然后这个色彩拼起来也不错。好，我就画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蓝色、蓝白的帆布，然后呢，红色的这种铁皮栏杆。好，但我其实有把画面做一个倒转，所以有一点点抽象，但是它还是具象的范围。然后颜色呢，就是这种黄色配黑色，这种路边电线杆的颜色啦，还有这个很像交通锥的颜色，然后一些铁皮啊、栏杆啊。然后这种蓝色、白色、红色，对，就像我就把一些栏杆的色彩放进来，然后这种湿的、旧的帆布，但是好像又有点光泽，就是我自己是把它美化，就是因为我喜欢那种颜色跟质感，然后再又是我们很日常的东西，好，然后像这个有一些有点像小麻雀的一种形象。去在这个画面让你觉得有一点生机，这样子。好，在这件是巷弄烟花，对，这个树叫做烟火树，它就是如果大家平常可能因为我路过的地方真的是有种这些植物，它是早上的时候，它的叶子真的就是很深绿色的，然后它开出来的花就是紫色略带白。然后它的形象就真的像烟火，就是真的如它的名字。然后这是我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就是经过那种铁栏杆，然后就是我们的手可能就是会去拨弄这些栏杆，然后这些植物都是从栏杆这边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那种就是它虽然有个铁栏围住，但是你其实挡不住那些植物的长势啊，就是它还是会很有生命力的冒出来，然后又开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就是白天的一种烟火，然后它很像在庆典，或者是很有活力。那我自己就是把一个手的意象，像拨弄它，然后像烟火，然后又像水波的涟漪，然后把这个整个画面记录下来，这样子。对，这是一个比较近的。对，我个人是很喜欢用一些让颜料去滴去流。就是让它有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很自然的一些流动。那同时，自然的流动也可以记录一点时间性，就是时间在流动的感觉。对，好，那这件作品是覆雪之森。好，其实这个也是我骑车在路上的一个风景。对，然后它其实是一种水果，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其实我画的是茂谷柑，看不出来哦。那个我又要提那个小朋友讲，小朋友说发霉，为什么是白色的？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都讲一些很好笑的话。其实就是这是我沿途骑过的一个风景，然后其实是7、8月，就是非常热的这个时候。5、6月、7、8月的时候，他们就是农民要帮茂谷柑就是防晒，它上面会喷一层那个白色的石灰，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去喷洒它的话，它会卖相不好，它会晒伤，因为太阳太大它会晒伤，所以在炎炎夏日当中，你突然骑车经过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片雪白的一个场景，你就觉得很特别，然后又知道说，好像不是。你在都会区可能不太会去看到这样的场景，就是我回来之后，有时候路边瞥见的就会觉得很漂亮，然后就是很特别，所以我画的时候就是把它画成雪白色，然后也是
因为都是骑车经过，所以我的作品其实我就会让它是一种流动性的，然后笔触是被拉长的，然后画面也是比较拉的长型一点的，然后来去我刚讲我想要表现有一点整个无感的体验都要进去，所以速度感、时间性，然后还有我觉得那种有点清凉的，在夏日当中有点清凉的色彩等等的，我就会把它放到我的画面里面。对，好啊，这件叫做黄金珊瑚，它也是一种植物，但是我也没有画得非常像那个植物。有人要猜一下吗？对，没错，这个就是炮仗花。那它有一个别名，就是叫黄金珊瑚。对，那这个也是我骑车，所以经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有时候骑车你经过的那些场景，就看到，有某户人家，它就是一个铁皮，好，我是画一个水蓝色的铁皮，然后那个铁皮上面就是爬满了炮仗花，然后那个夕阳的光线就是从那个花丛间的缝隙窜出来，所以它的橘黄色配上一点夕阳的颜色，加上水蓝色的铁皮，就我觉得它就真的像真的有炮仗花的这个名字，就真的像在点燃那个炮仗，然后而且另外查到名字是黄金珊瑚，又真的像在海面上，然后就这样晃眼即逝，然后我就把这样的场景，然后在一个后照镜，然后木瓜树啊。电线杆这边整个放在一个画面当中，就是虽然你是很顺眼经过的，但是你就是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这样。对，那这边这个则是要去古坑绿色隧道的一个场景，对，然后也大概就是早上的时候出门，然后那个光线是非常的强烈刺眼的，但是你在骑车经过当下，你会觉得还蛮宁静的。虽然你时速是蛮快的但是你穿过这些树影间，你又可以看到一个透出去的风景。然后虽然太阳很大，这个对面的车都会这样子，光线非常强烈，但是你不会觉得热，因为有树荫是很清凉的。那我画的是，其实就是在很像把它有点画得像一点时光隧道或是什么的，好，然后颜色是清凉的。然后在这个红色，其实就是我画的是一个。早上刚睡醒的时候，那个眼睛还是半眯着的，但是因为光线是很强烈的，所以其实你光线会透过一点眼睛、眼睫毛这样子，会有一点点略带你那种，你会看到一点红色的感觉，橘红的。当然不会是真的是这样啊，但是我稍微把那个感官做一点强化这样。然后你骑在这个隧道的时候，有时候骑非常快，那个路上会有八哥或者是鸽子，它会就突然飞起来这样子，就是把那个瞬间的那个宁静的场景，就是突然有点打破了这样子。对，然后再早晨晚就是回程，好。这回家路上会经过一个三岔路，就是我住虎尾嘛，所以这边就有那个铁桥，然后跟2根烟囱，上次地震已经断掉1根了。对，那就是回程的路上，其实这些那个对面来车的一些灯光啊，或者是路灯的这种闪耀啊，然后像这种我们台湾才会这么多那种铁皮警示灯等等的，我就把一个整个回家的场景都放进来，然后后照镜，我常常里面会有后照镜，因为我就是用后照镜去暗示一些2个视角，就是你可以看到前面，你也可以看到后面，然后有的人在骑摩托车啊，有的人可能在慢跑，就是我想要把一个很像实境秀的场景。然后你到这个红绿灯下，好，这边有个红绿灯，对，那它是一个黄灯，就是暗示说，你可能是要前进，或者是你要停下来，就是一个很瞬间的一个场景。好，那接下来我就一件一件大概讲一下，然后遗忘的盆景，这其实是那个九瓶椰子树，那个九瓶椰子树是一种造景，那它其实是被有点弃置在这个地方啦，就是它是有一个小盆栽，所以基本上这个九瓶椰子树呢，它只能在那个小小的盆栽里面生长，所以它的叶子是有一点枯黄，然后有点烧焦的，对，所以我
我觉得就是说，就看到说，有一个盆景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就有点莫名，就是觉得，它其实可以长得更好，或者是说，虽然它的环境被限制，但它还是很努力的在那个地方。好，这个叫做儿时甘甜，这个有人知道是什么花吗？对，这个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就是你国小，其实现在很常见啦。你真的在路上就只会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小时候会把它拔起来吸那个花蜜，有没有？然后会把它串成一个花圈，就可以想象我们小时候多么的简单就可以得到一些乐趣，这样子。对，而且那时候小时候你的高度其实就跟这些花的高度是。我们现在看大概都是这样往下看，不太会去摘。然后小时候你大概就是跟它一样高，然后你就可以去摘啊，去玩啊。好，对，然后这就是我们路边很常见的告示牌。那我其实吸引我的是因为它的材质性啊，就是它放在那边很久了，所以它有很多破损，很多时间的痕迹。然后它又一直在那边帮我们做一个提醒，就是指引说，你该要转弯了，它就是一个警示、提示的作用。就是不太有人会去注意这个东西，可是它都一直在那边，就是时时刻刻，有点像是我自己把它理解成就是一种很认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所以无论你有没有被看见，它就一直竖立在那边，然后时间过了很久，风吹日晒，然后各种时间都留在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标志上面，然后它指引你正确的道路，这样。奇怪，怎么办？下一张？等一下哦，下一张卡住了，是我的电脑宕机了吗？不好意思哦。OK， 好，那我这个呢，就是前面有提到的那个烟火树，它的花的花型，然后我就是把它跟那个红白塑胶袋做一点结合，好让它有点像是在我自己觉得像梦境般的颜色啦，有点粉嫩少女这样。好，那在最后这件是这个叫见笑花。其实就是那个含羞草，对。然后我爸有特别就是挖了一个含羞草过来种，这样现在比较少看到了，就是路旁比较少看到，因为它有一些刺啊，会刺到小朋友这样。所以含羞草就是你去拨弄它，它就会真的很像害羞啊，然后它就是合起来。所以我就把它改成比较粉嫩的颜色，然后把一些手啊这种拨弄的感觉去把它放到我们的画面里面，对，所以整场下来，这个基本上平凡的深刻，我就是画了很多很骑车过程中或者是散步过程中，我们最常忽略、最常不会去看到的这些风景，那我把它放到我的这档展览里面，然后取名叫《平凡的深刻》，让大家好像去重新回顾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到底有什么东西。虽然它非常的平凡，但是它的确是就是最平凡之处，但是我觉得最深刻。好，我还要继续。好，那我这边我是往前面讲，就是我现在讲的是我最近平凡的深刻的这档展览。那在这档展览之前呢，有一件作品就是糖的列车即将启程。对，我这边讲一下，它就是之前有一个云岭100种生活，然后他们就是想要在云岭做一些比较艺文活动，让云岭变得比较好玩，变得比较有趣。所以那时候他们有邀请我做第2届的这个主视觉设计。那他们主要就想要找比较艺术家去做一个创作。所以刚好我已经住在虎尾，所以我就以虎尾的意象来做一张作品。
那福六季第2届就办在虎尾，然后我就以虎尾的意象做了这个甘蔗，因为虎尾是糖都，所以我基本上我就是做了甘蔗，然后呢，这些甘蔗经过高温的溶解，然后融化变成这种像糖一样的结晶，然后掉下来这边其实就是我刚讲的锈蚀的这种时间的痕迹，然后变成这个有虎尾的一些特色啦，这个叫做合同厅。好，我们现在比较好理解，就叫做星巴克，对，虎尾的成品星巴克。对，然后有那个布袋戏馆啊、糖厂，就把它一些虎尾有的历史元素放进这张图里面。然后这个眺望远方的，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人称视角看那个虎尾铁桥，就是曾经是载运甘蔗，然后造成这个就让这个地方繁荣的一个轨道这样子。对，我们近看一下，这边有厚厚的这个就是我是用那个石英砂，就是让它看起来有点像玻璃，不是，应该说它是玻璃的材质，但是我想要让它像糖的结晶一样，就是你灯光照射的时候，它有一点闪闪发光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它跟铁桥的合照。对，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刚回来云林的时候呢，就是我后来做了这件作品，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我要做跟自己家乡比较有关的作品，因为虽然我说我是斗南人，但是基本上你到高中活到高中，对，高中毕业都18岁前在家嘛，你通常也不会去哪里，你就是念书，回来就吃饭睡觉，所以其实就算你在那边待了18年，你也不见得有多么了解这样子。所以呢，我后来因为福流季的关系，我做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就开始想说，我可能可以画一些跟自己比较有关的、比较成长回忆的东西，然后再重新去挖掘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做了这边的作品，才有那个这件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归属的风景。所以这件作品呢，就是我刚刚讲了，我前面有提到我的起源，就是我爸妈，我爸是做葫芦雕刻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有点像是孕育我成长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一个葫芦的意象，里面有一个小婴儿，那颜色就是有点像，其实我这样讲会不会很恐怖啊？那种刚出生的这种小鸡在成型，就是它自己是蛋黄，然后跟一些血肉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说起来有点恶心，但我就是想要让它是好像还在成长当中慢慢孕育出来的。对，然后这件图的下方就是我目前那个工作室的场景，就是我基本上我就坐在这里，这边可能会有一些我的学生们，然后就是用一些颜料啊，去把一个我现在生活的场景把它重新画出来。对，那左右这边也都是我一样路途上的风景，就是因为我是斗南跟虎尾，所以路途上我这边就是要回斗南前会经过的地方，然后这是我门口自己种的一些植栽。对啊，再来就是这件前面有提到我的老家，那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边基本上这半边全部都拆掉了，现在不是长这样了。好，所以我把我18年的记忆，也不算18年啦，就是我想要把我生活的那个地方的场景，我再次去重现出来。所以我基本上这个建筑还在，但是这边的水稻水田全部都消失了。所以我在画这片地方的时候，我就是把我的印象画出来嘛，然后在我加了很多这种很像颜料的东西，但是它其实有点像人形，就是让那个人形去暗示一些很像我们生活的动态在里面这样子。然后有些小动物啊，那颜料方面一样，它是有一点随机性的，因为看到好像它正在流动，有吗？有点低啊，这边都要流下来，对，就一样。我想要让它都是保有一种变化跟时间感在这个画面当中。
对，然后以前要进去我家之前，这边有一个蜜月，这就是那个汽车旅馆，所以这边用了比较多黑色的颜色，这样子，就是要进我家之前，我都一定会经过，所以用了一些荧光色啊，然后速度感。对，所以这整张作品就是把我的记忆放进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水稻，然后这边已经是收成过后的，所以我其实融合了蛮多时间跟季节在里面的，就是有点一年四季都把它放进来的意思。然后这边是比较白天的，然后这边是偏黑夜的感觉，好，把它放到我的作品里面。对，然后再就是最后这件就是我把我的爸妈们画进来，然后绿色隧道的场景，然后呢，葫芦里面，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做葫芦的，所以我爸的这些作品，我刚刚讲就是说你都还可以看到实际有这些作品。那葫芦有一个东西叫做结缘，就是它都会在上面系一条红绳啊，对，然后红绳可能有吉祥节啊，或中国节等等的，那就有点就是它意思就是跟你结一个缘分的意思，所以我就是把这个他们也是这样做了，就是用这个东西把我算是抚养长大，好，用这样的艺术的做葫芦做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了，所以我就是叫做什么与你结缘的糊涂时光，谐音梗这样，对。OK， 对，所以这是之前浮流记，我就在把这些归属的风景的一些作品做一个展览的呈现，这样子。好，然后有提到说，毕业后能够持续创作下去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主要，我必须说，就是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其实就有做一批作品，就是从台北回来之后，我做的作品基本上就是把我怎么讲？我以前做的作品呢，比较是画人物肖像的，对，然后都是我刚刚讲我在台北的生活是比较焦虑啊、繁忙啊，各种就是压力比较大的。好，那我其实刚回来的时候，我其实做了一系列的都是植物的，就是那种很自然的，然后生命力旺盛的作品，所以呢，我就做了很多植物系列的，植物系列的作品。我要讲什么？好，我做完之后呢，然后回来我用空间嘛，然后我就用我的那个白宫浪艺的那个空间，然后用完之后教学，所以主要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教学完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在做创作，对，所以已经有可能那时候刚回来到开始又重新做创作，大概快2年哦，1年多快2年都没有完全没有做作品，对，那后来有做作品是因为刚大家看到那张甘蔗浮流记的甘蔗的那个图，然后那个图就是让我开始就我好像有开始在暖机，开始就是想说我好像又因为有些事情的触发，所以让你重新回过头再去重新做作品这样子，然后反而开始做作品之后，我现在就是在生活上跟创作上做一点平衡，就是我把我的教学的时间比较压缩一些，不要说一定要教这么多课，带那么多学生，然后再留一些时间给我的创作。所以毕业之后能够继续做下去，其实你自己要调整好心态，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谋生的技能啊。对，那你在这2个当中，你就是要取得一个平衡，这样。对，其实好像差不多我后面其实是一些比较以前的作品。好，这个我也提一下好了，就硬讲，我看一下，讲不完没有啦。这也是我后来做的，就是也是路旁风景。那我们也是很常看到这种牵牛花嘛，就超可爱的，对。然后那时候是龙年有一个
国美馆有个版画的一个比赛，所以我就把我日常风景的这个牵牛花变成一个龙的形象，然后就叫做朝颜因为牵牛花有另外一个名字也叫朝颜，就是它早上开花，所以就是有一个生气蓬勃，然后一个龙的形象这样子。好，这个是我大概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做的。好，我刚刚提到我以前是画肖像，我放一下作品给大家看就好了。就是以前是人形的，但是画面有些人是看了会觉得害怕，因为主要就是要表现一种现代人的一种焦虑跟一种盲目，或者是很一种不可言说的压抑。好，所以这边的人物呢都不是非常写实，而且看起来线条是非常纷乱，然后状态上是有点接近疯狂的作品。那回来之后就画了植物系列，然后到慢慢的变成归属的风景，然后再到那个平凡的深刻这样子。对，我以前做了很多关于就是人物，然后像这个我也是做了一个小房间的概念，因为大家知道在台北租屋就是那个台北很贵啊，所以你通常你在乡下的时候是那个房子是很大的，但是你到台北就租一个超级小的空间。所以那时候做这个作品就是我真的是把我住宿不是住宿住外面的那个单人床搬到学校里面的展览空间，然后这些书桌啊搬一搬，然后把它集合成一个很小的东西，这样。这是大学时期的作品，然后虚构了一个叫做13月的一个不存在的月份的一个小房间，这样子。对，好，应该时间差不多。对，好，我把投影片回到比较前面的地方。好，普仔先多谢威如的分享，谢谢大家。